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彰化溪湖顶礼拜路边有24丛树仔互偷着，21丛是确定死亡。想袂到园林嘛有4丛树仔互撞空，叶仔嘛连起，可能嘛是去互人偷叶仔。公所已经报警察要抓人。园林大道顶悬的路树身去撞空，树叶拢已经连起。 当地民众通报，有4丛草青仔的路树拢去撞3个空，宽大约3公分，深15公分，怀疑树仔去恶意毒害。民代是批评不孝人士的行为真恶质。民众就先发现枯萎，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就是有凿洞的痕迹，那就会怀疑说是1个礼拜前的西湖那边的事件差不多。这看起来是一个专业手法，但是蛮恶劣的，因为路树并不会影响到行人。 彰化县溪湖顶礼拜才发生有24丛路树向剥皮或者是注毒液，树仔医生勘查了后确定21丛已经死亡。城市甲观光发展处犹原伫咧掠凶手当中，无想到园林市也发生相同的事件。市公所赶紧伫咧树仔顶悬挂告示牌，公告破坏树仔的相关刑责，而且已经向警方报案。然后我们勘查的结果，发现到有4颗水黄体，均有被 不明人士凿洞3个洞，那现在树的一个状况都有一些枯萎。那第一时间我们勘查以后，已经到园林派出所去备案。市公所强调，这个路树树龄大约10年，根据彰化县树仔保育自治条例规定，侵害毁损路树会当处5000块以上5万块以下的罚款，恶意破坏也触犯刑法毁损罪，相当会使处2年有期徒刑。呼吁若是有路树妨害到居民生活，会使向市公所申请刷走。记者彰化报道。